梦。曾有曹姓者梦见三马同时一槽，因曹与曹同音，唯恐被马吃掉。故此，凡见名字有马者，皆毙之，甚至取其性命。可惜，他只知塞外有马，却不识朝中之马。近来，我常做同一个梦，一个疯得没有人敢相信的梦。梦里的一切都超乎想象。我希望这个梦会变成真实，相信一定很有趣。小梦，我又梦见了火凤凰。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哎呀，许灵无非是要钱要粮，我们给他就是啊。给他？这都是司马家辛辛苦苦攒下来的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每次讨论大事，都听到一些陈词滥调、毫无建树的废话，催人入梦。但是每当梦醒后，我的胆子就更壮，大得连自己也不敢想象。而这次我的结论，那就杀了他吧。啊！哎呀，我的锦朝玉马！杀了他便一了百了，免得伤脑筋。何况他是奉董卓之命前来招揽，我们此时投靠，他日董卓取得天下，我们司马家前途无量啊！许灵离咱们温县只有1日路程了。如今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加上许灵和吕布这文武二将助力，百官万民根本无可选择，只有进贡归顺才是良策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历朝国祚不过数百年，汉室孱弱，外戚专权，宦官秉政，灭亡亦不为奇。至于董卓，不过是燃起火头的小角色罢了。董卓自立陈留王为帝，与礼不合，天下有野心之士，必群起攻之。河内乃要冲之地，若进军洛阳，天下大军必屯兵河内。到时候，大军以倒董为名，大肆抢掠。司马家乃河内巨富，若此时归顺董卓，
将来必成众矢之的，只怕会才尽人绝。那我们婉拒董卓便是，杀许林又是何意？是啊，触怒董卓，只怕是不智之举。小孟，今日这茶沏得很不错。董卓看似势大，但并不足以在中原长久立足。若与其合作，必然遭到关东讨董联军势力的清算。倒不如杀许林，既能断董卓一臂，又可令各方势力对司马家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抢夺。兵行险招，方为司马家攫取最大利益的手段。富贵险中求，人在乱世没有手鼠两端，只有险中求生。讨董是民心所向，等到讨董势力联军到来，他们要民心，那时候司马家就是民心。真的要杀许林吗？三叔，你做生意是要平安，还是要钱财？当然是要钱了。哎，啊，嘿嘿嘿。谢谢二哥，来呀，把球给我！快接住！如果是换做他们，又会作何选择呢？火一望，便知道是你来了。大公子的事我都知道了。除了大哥之外，关东各路诸侯在洛阳城内的亲族，也被西凉军扣押作为守城的人质。以人质来瓦解关东军心，想必是那位西凉第一军师许林的点子。不错，幸好许林已被我杀了。在洛阳的眼线传书上说，大哥是被吕布亲自抓走的。吕布，那个传说中的怪物。说到怪物，我们也有。残兵随时可以出发。有了他，洛阳城内清风帮会听候你的调遣。我要大哥平安回来。一定。小梦，公子，为什么我又要？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我同意。身份是歌姬，难度太高了吧？豫州刺史王允是父亲生前好友，曾得罪中常侍张让，在河内避祸。我与他交好，张让被讨杀之后，王允已回到洛阳，如今官拜司徒，他会全力助你入宫。还要入宫？入宫这种事，我们这些人里只有你才能办到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信中的那个人。二公子，若是金钱与名声，你又会作何选择呢？
司马家是做买卖的，生意人最计较本与利，自然是看哪个本少利多就选哪个。没错。只有实实在在赚到手里的，才是好买卖。正如你所料，我刚刚想到一个发财大计。啊，来，快说。一想到钱，我就精神了。首先，将所有资金集中，全部拿去买木材、砖块等建筑所需之物，广发布条，高薪聘请洛阳、兖州等地工匠。这是做什么？仲达，我们不是有建筑店吗？干嘛还要那么多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要重建一座洛阳城。开什么玩笑！洛阳还安好啊，为何重建？各位叔伯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说。董卓30万大军从西凉而来，补给线漫长，当前战事焦灼，一旦补给线被切断，则必败无疑。再加上兖州补给之计落空，打破了董卓的如意算盘，西凉兵卒离乡愈久，思乡愈切，士气愈弱。所以我料到董卓必定会放弃洛阳。道理来了。长安位居关中，东有潼关函谷之险，可据关东豪强；向西则直通西凉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当年秦皇高祖皆凭此地夺取天下，是乃龙兴之地。董卓的野心，路人皆知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天下间还有何地比长安更适合他。透彻。透彻啊，仲达。而且董卓知道，关东众豪强，无论谁人进驻洛阳，必实力大增，成为自己将来争夺天下的头号劲敌。所以，他必会先摧毁洛阳。洛阳虽毁，却仍为中原政经中心和军事要冲，关东豪强皆无视之。到那时，一座百废待兴的洛阳城，到那时，我们便可借机抬高建筑物料和工匠的价格，重建洛阳，以夺先机。老四，大生意呀！仲达，你真是司马家的宝贝啊！仲达，是仲达！原来是田兄。仲达，你我在路上相遇便是有缘，玄兄我正有一事相求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啊！田兄，我除了算学之外，其他都一窍不通，如何帮的？哎，要化解此事，说不定正需要用到算学呀。田兄，我有要事在身，你还是放我走吧。仲达，你真的不想知道是什么事吗？不想。快点，到了。哎，第6营的都到齐了，第8营的军师还没到吗？这不是颜良将军的大营吗？我怎可进去？哎呀，走吧。天德，还以为你早已放弃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呸！我只是出去歇歇而已。仲达，来这边走，借过借过。仲达，你看，联军所有的军师都齐集于此，这种大场面没见过吧？就是为了这东西。我军昨晚在西凉军大将郭汜的营外截到一队送信的士兵，搜到这块布帛，布后有一段讯息，董卓要郭汜明天攻打我方大寨，但以郭汜的兵力似乎不足以与我军对抗，想必事有蹊跷。大家认为布上必定另藏有讯息，应加以查证。何以见得？仲达，你经验尚浅，不明白兵法中实则虚之的扰敌之法。西凉人迷信，喜欢用印有经文的布帛来传递重要讯息。
故此，颜良大人下令军中所有的军师谋士来此破解谜题。可惜的是，竟无人能解。4000多字，怎么排啊？左下3，右下4，但句意不通啊！哎，罗兄，这块布当真另有玄机吗？我也越来越不敢确定了呀。那个不是第一谋士郭图吗？没错，这里云集了关东最有才智的军师谋士。如果我俩侥幸破解了谜题，岂不从此……郭大人想到了吗？想到个屁！这根本就是整人的玩意儿。大家花了一整晚，有谁看出了皮毛？你们还是各自回营睡觉吧。这样耗费心力，彻夜不眠，恐怕正中董贼的奸计。连郭图大人都放弃了，现下只好寄望庞纪大人了。哎，刚刚庞纪大人好像也走了，庞纪也没解开，太好了。庞纪，不就是你伯父田丰的死对头？哼，就是他。这庞纪倒也厉害，年少时就是河北有名的天才，不逊现在的水镜八奇。天才吗？所以，仲达，你一定要帮我。田兄，你读书实已高人一等，我只是勉强合格，你找错人了。西凉人的秘密必定与布上的文字排列有关。这次破解考的很可能不是文采，而是算学。当年在书院，我虽科科夺魁，唯独算学却每次都输于你。所以你……正是，以我的才智加上你的算学，你我联手，世上哪有解不开的谜题？那就是水镜八奇中的武奇啊！据说得其一，便可得天下。各方豪雄都在等他们出山，这么强势，难怪不便以真面目示人。元丰大人也是八奇之一，现在连关东群儒都甘拜下风了，连水镜八奇都来露脸。看来袁绍大人并不太相信庞派的人。如果我伯父在场，水镜先生绝不会来的。田德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随便说说罢了。你伯父田丰不敢来，才派你这小子来充场面，贻笑大方。我伯父可是……田兄，走吧。等一等，小子，你是哪门的人？我好像没见过你啊。他是我们田派的新人。丁龙，有这人的资料吗？没见过，一定没有。莫非是田丰的人目无法纪，竟敢胡乱带外人进入军营？给我拿下，军法处置！庞大人，他只是我硬拉来破解密信的帮手，放他走吧。大家都是袁绍将军的人，何必呢？这么说，你是承认田家不守规矩，私带外人入营喽？老庞，什么事？兵部有令，闲人不准进入军营，更何况是主营。严将军，军令如山，大战当前，请力斩此人。等一等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河内司马家的二公子司马懿。河内司马家？原来是日前因拒绝向西凉军缴纳钱粮，受到袁绍大人嘉赏的司马家呀。传闻派人暗杀董贼智囊许灵的，也是司马家呀。老庞，杀了他，说不定那残兵就来取你项上人头。严将军岂不知，那全是刘宗捏造出来的。无论许灵遇刺是否司马家所为，单凭司马家拒纳钱粮给董贼，都实属忠义。今日之事皆因我而起，一切罪名都由田德一人承担。你以为自己会没事吗？你的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。田兄不必如此。仲达，都怪我，连累你卷入我们两派的斗争里。如果我能破解布帛之谜，戴罪立功，大人能否网开一面？我们都破解不了，就凭你这个二世祖，天下第一大笑话呀！哦，若是你破解不出，或是被水镜先生的弟子抢先一步，司马懿自当服罪。小子，你很有趣。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有办法，还是拖延时间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能找出其他的破解之法，我便放你一条生路；否则，即死当场。真正的谜底只有一个，不知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？将军，可否借护身短剑一用？暂且无妨。
二奇，七奇手上拿的什么？是一节原木，长几许，粗几何？长约4尺，粗约1拳。七奇可是正在切削此木？正是。莫非当真？果然如此吗？布上的文字只是烟幕，实则真相就在布边的黑点上。那不是布帛的污迹？果然一致。我来算，你来消，如何？相辅相成，如此甚好。12减10，12减9，11减9。术之法出于圆方，圆出于方，方出于矩。11减8，11减7。母相成为法，实如法而已。10减7，9减7，9减5。以少减多，更相减损。7减4，7减5，6减。求其等也，以等数约之。1赢1不足，1赢1是足，1不足1是足。从约分数到和分数、减分数、乘分数、经分数、克分数、平分数，再到方程数的直除法，此2人的算学功力深不可测。还有5减2，你认为呢？完全同意。这世上竟有人跟我想法完全一致。司马公子，削好了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再低一点。这2人不会是故弄玄虚吧？啊！竟然有字！这2个小子竟能想到如此匪夷所思的算法，想不到依此算法，布边的黑点竟然能合成字句。城下一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！仲达还有七奇都太厉害了。看看庞纪，无话可说；连解除第2谜题的6奇凤雏也无话可说。能够震撼到像庞纪和凤雏这样的天才，难道仲达和七奇已经到达了那个境界？想不到董卓手下除了许灵之外，还有这样厉害的人能使出此计。这城下一句，就是要郭汜将旗下成民搬往洛阳，再一起前往长安。无论以4为2，决引军攻少君龙山梁营，还是初6攻东军为右，北陵放火，都是思想陷阱。关东军师越是钻研，就中计越深，会被引到远离洛阳的地方。到他们醒觉中计之时，西凉军早就搬空洛阳，远走长安。能使出此计之人，谋算不在许灵之下。若关东联军知悉董卓班城已失，那些见利忘义的军阀必趁机攻打洛阳，争抢这块肥肉。那时候，阿晃他们要营救大哥，就更为艰难。何况，现在告知他们真相，都没有人会信了。老师，城下一句只有一个意思。又是你以前说的那样吗？没错，董卓将要放弃洛阳。什么？他也知道？洛阳乃是天下第1大城，又是天子居所，权力集中地，董卓怎会轻易放弃？郭汜善用陷阱计谋守城，董卓命其城下一句，想来正是要加强洛阳城防范。由此可知，董贼要坚守洛阳。水镜先生怎么看？先生，还请不吝赐教。老朽受袁绍将军所托，来此探明藏在这西凉经书布帛中的玄机。现如今既得出城下一句这样一个谜底，自当即刻禀明袁将军。以袁将军之英明睿智，必有应对之策。诸位以为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
但是，老师够了。兵法之道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世事如棋，当今之事实乃百年不遇之乱局。尔等身处棋盘方寸之间，虽眼见，亦未必为是。这小子才思卓绝，可惜，如果凤雏已经出世，那么仲达，现在这么多将军想见你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天兄，你素知我不喜从军的。哎，可惜可惜，小别数载，想不到你已脱胎换骨。司马公子要离开了吗？是。今日有幸领教了公子的算学。彼此彼此，不过还没算完。如果我没算错，如何？卧龙之名必属于你。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计谋，任谁也无法做到算无一策。以前那个总说自己管仲在世、子房复生的司马家二公子哪儿去了？哎，童言无忌。不过，即便一切都失算，我也替你留了最后的杀招。用兵之道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用虚效制造真效。阿黄，最后的杀招就是喝了酒。啊，这不是酒吗？傻瓜！这可是四叔特制的穿肠破肚芥辣油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酒。竟然整瓶喝光，你会痛死的。我现在全身暖洋洋的，死应该不会这么舒服吧？你这副鬼身体，与行尸走肉何异？仲达，痛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继续走，别回头。说来好笑，我忽然怕死了，怕得连站也站不稳。燎原火，这不像你。错，我就是我。我在等待，等待火凤燎原的那一刻。是我活在梦中，还是梦活在我的人生中？刚才的是幻觉，还是这场洛阳大火给我的启示？二公子，他们来了，马车里还有其他人。燎原火，你这个爱多管闲事的家伙，我已被你推上历史。